此后2023年6月1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留什么予后代？圣经咱来听读诗篇22篇。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是安怎放杀我？你是安怎离开我，远远毋救我，毋听我的吼叫？我的上帝啊，我日时求叫，你无听我；我暝时求叫，无得到安宁。你是圣的上帝，你用以色列的称赞做宝座。阮的列祖倚靠你，因倚靠你，你有解救因。因爱求你，有得到拯救；因倚靠你，你无互因失望。毋过，我毋是人，是通拖，互人欺刺，受正人看轻。看到我的人，拢甲我踢笑，咬喙歹头讲：你将本身交代上主，伊若无来救你；既然上主介意你，伊若无来救你。你对母胎甲我接出来，你互我伫老母的胸前得到安稳。我对出母胎就交托你，对我出世，你就是我的上帝。求你毋通离我远远，因为患难逼近，无人帮衬我。有真济牛犅包围我，巴山的野牛四面围困我。因亲像狮开喙大声吼，要拆你吞食我。我亲像水拼了了，我的骨头拢凸轮，我的心亲像蜡伫腹内烧羊。我的精力打去，亲像破去的叶片。我的舌黏伫上腔，袂讲话。你甲我放地，出在我死。歹人亲像规阵的狗包围我，亲像狮拆你我的骹，我的手。我的骨头拢会酸直，因伫看我，伫想我。因分我的外泡，为着我的衫黏扣。上主啊，求你毋通离开我远远。上帝，我的气力啊，求你紧来帮衬我。求你赞我脱离刀剑，救我的性命脱离狗的势力。求你救我脱离狮的喙，你已经听我，互我脱离野牛的角。我要对我的兄弟报扬你的名，我要伫聚会中学乐你。恁敬畏上主的，着称赞伊；以色列的后代，拢着归荣光互伊；雅各的后代，拢着敬畏伊。因为伊袂看轻善赤人，袂无视因的困苦，嘛袂黄面毋插因。因求救的时，上主有甲因听。我要伫大聚会中称赞你的所做，我要伫敬畏伊上主的人的面前谢我的愿。善赤人会得到把助，追求上主的人会称赞伊。愿恁的心永远有活气。地上所有的人，拢会记得上主的所做来归顺伊。世上万族拢会伫伊面前敬拜，因为主权属伫上主，伊是万国的主宰。地上所有富贵的人会自责啉食敬拜，连得要死、得要归土的人，都会伫伊面前跪拜。因的子孙会服侍伊，主的作为会传到因的后代。人会对将来
要出世的子民讲，主已经完成伊的拯救。留什么予后代？诗篇22篇是大卫用家己的经验讲予后代的子孙听，安怎对苦难中行出来。规首诗通分做两段，第一段是第1节到21节，主要描述大卫受到敌人攻击、取笑甲藐视的时，内心的祈祷甲个人的感受。第二段是对22节开始，内容转做对上帝阿乐甲敬拜。咱通推想，诗人已经对上帝得到拯救，脱离性命的威胁，徛伫平安稳妥的所在。因为安尼写这首诗呼吁，因的子孙会服侍伊，作为会传到因的后代。基督教信仰袂教人逃避人生的苦难，基督徒看待苦难的观点，甲当代强调管理的思维也无共。伫强调管理的思维中，苦难只是等待解决的问题，重点是解决的方法。若是历程中的情感，不过是通有通无的附带品。相较之下，大卫讲述家己苦难的经历，重点却是信仰甲感情的挣扎，较毋是安怎解决问题。伫第1节到21节，大卫温柔啊描述伊的内心安怎伫信仰财物甲个人感受中来回摆动。伊记得以色列祖先的信仰见证。阮的列祖瓦克里，因瓦克里，你有解救因；因哀求你，有得到拯救；因瓦克里，你无互因失望。总是祖先的这个见证，伫伊拄着迫害的时，哪像袂当随时帮助伊解决问题，也无法度减轻伊的痛苦。伫还未亲自得到上帝拯救甲平安以前，大卫可比度日那年，怀疑家己是毋是互上帝放杀。因为安尼，本首诗头一个重点是大卫面对苦难的时，强调家己的软弱。本诗第2个重点是强调上帝的能力。大卫伫苦难中还记得祖先的训诲，这互伊袂过头自怨自艾。祖先的信仰帮助大卫转换眼光，互伊伫苦难中通做出明智的自我定位。就亲像大卫知影，伫敌人的眼中，伊好亲像是一尾虫，受藐视、取笑，总是伊确信家己的性命是属于上帝的。对我出世，你就是我的上帝。因为安尼，伫哀伤的时，伊还高举祖先的教训和信仰见证，来照光头前的道路。大卫恳求上帝帮助，上帝就拯救伊。大卫强调家己的软弱，高举上帝拯救的恩典，就亲像在对后代子孙讲：我无比恁聪明，还是勇壮，也无比恁较有信心。我的一切拢是上帝的恩典，因为伊袂看轻善车人，袂无视因的困苦，嘛袂面越走毋插因。因求救的时，上主有甲因听。24节，大卫无留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因为遐个拢要因为时空变迁袂适应，
伊所留落上宝贵的，就是无论拄着甚物困难，上帝一直拢是人上大的倚靠。日想，当我遭遇生命艰难的时，是毋是甲大笔有类似的心境？当我遭遇生命艰难的时，是毋是甲大笔有类似的心境？咱来祈祷。主耶稣，你捌对彼得讲，你活转以后，爱坚固你的兄弟，求你帮助我，无袂记得家己捌有的软弱，愿你使用我的软弱，诚做别人的帮赞，奉你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